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民阿拓啊。观众朋友，南韩总统大选今早起已经有结果，在野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取得大位，总是伊的得票率敢若赢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0.7个百分点，这是南韩恢复总统民选了后得票争差上瓦近的选举。当选的尹锡悦外交态度会使讲是亲美反中掠外，立场是较保守。再来，南韩若是保守派执政，甲北韩关系会较紧张。过来，尹锡悦讲要追求甲美国、日本搁较密切的关系，甚至讲要追加美国的杀敌飞弹系统。南韩三星新总统敢会互东亚局势发生什么变化？同款对抗中国的立场，敢会互台湾甲南韩关系甲密切？这个主题，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智库赖宜中执行委员，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未开始的大选南韩总统大选的报道，咱斗阵来看。好，观众朋友，咱看到南韩这道是在野亲美保守派的这个尹锡悦来取得大位，伊的得票率是48.56%，伊的对手李在明得票率是47.83%吼，伊的争差较无1%，这是历史上上接近的一摆总统大选哦。尹锡悦讲，这是伟大国民的胜利，要组织联合政府吼，未来会用以人为本的经济来壮大中产阶级。而且要坚决来应对北韩的惹空，过来要加强韩国、美国战略同盟的关系，甲中国要互相尊重吼，嘛阁要发展未来有展望的韩日关系吼。伫伊的这个执政内底，帮助性别、青年失业。北韩的问题，拢会是伊的挑战。伫这个期间，有几项代志值得咱来注意哦。头一项，伊本地是现任总统文在寅的任马吼，即马讲要甲调查，咱会当来看文在寅敢会当成做南韩头一个领着退休金的这个老任总统。过来，尹锡悦的这个立场是较亲美国、日本，要对抗北韩甲中国。阁要增加美国的这个杀敌飞弹系统吼，这恐惊会互东亚的局势来产生变化。咱会当来看中国敢会带咧等，阁来台湾甲韩国伫 CPTPP 是互相来竞争，即马断交已经30档，新当选人的路线是较亲美国，敢会当改善咱台湾甲韩国的关系。当选了后，美国总统拜登甲强喜吼，讲要邀请伊访问北京，深化美国甲韩国的同盟。日本首相岸田嘛讲，期待同齐甲伊改善日本甲韩国的关系。但是咱来请教赖执行委员吼，咱昨节目有讲到，两边候选人的这个政见实在是无啥物争差。这个尹锡悦的当选。具体有啥物款的信息，互咱知？实际上，虽然讲两个人因的迄个政见吼，尤其是即个选举内底吼，无真侪即个差别。但当然主要差别应该是伫外交政策，甲即个对中国、甲对北韩的关系吼。但是就讲即个选举内底吼，实际上迄个对北韩根本都毋是一个议题咧伫遐咧争吵吼。嘛包括讲即个选举应该是内政的问题吼，包括讲像讲即个。真悬的这个免厝的这个钱吼，也是讲这个人民即嘛无，尤其是少年人无头路吼，这样款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讲这个两个人伫这外交政策顶头是无共款的一个做法，所以讲变成讲什么人当选上大改变会伫外交政策顶头。所以反倒等是这个国外吼，因咧看即届这个选举。和伊的这重要性，甲迄个南韩国内对伊的重要性，两个算讲是迄个有真大的差别。所以国外是认为讲，即届也是讲尹锡悦也是当选了后，有可能即个甲进前即嘛吼，即个文在寅总统伊本身的即个政策可能有真大的差别所以讲伫遮这是为什么真侪国家拢伫遐算讲非常咧注意
即个发展。啊，当然，即尹锡悦即马已经当选总统，咱会当迄个期待，就是讲伊即个外交政策内底吼，可能尤其是伊除了讲对美国、韩美的同盟会真重视以外，主要是讲伊甲即日本的关系，安怎要甲伊迄个提升吼。咱知影讲即马即尹总统吼，伊因为真侪即个代志，无论讲历史啊，是讲其他，也是讲伊本身的出世吼，算讲甲日本的对日本是无啥物信任感，所以讲伫即马即个日本甲韩国关系，算讲是足歹足歹，无啥物彼此吼，大家嘛无啥物好感嘛呢。但是即个尹锡悦哦，伊也是即马咧做总统，伊本身就要求讲要甲日本这边的关系爱甲伊改善，嘛包括讲吼，甲迄个美国甲日本的即个同盟，啊，甲美国韩国同盟，爱会当结连做伙。所以讲这嘛是真大即个差别。啊，另外一个所在是讲，像讲伊应该是尹总统，伊针对即个萨德吼。THAAD 即个飞弹防卫的即个系统，本身的即个态度，啊，迄个即马当选即尹总统吼，伊就是有真侪批评的迄个方式，认为讲，尹总统伊是伤过对中国吼，挖中国啊，伤过对迄个中国要求吼，算讲伊讲卑躬屈膝啦吼，所以讲包括讲即个THAAD 即款的飞弹迄个防疫系统哦，啊尹总统就甲中国答应讲啊，我袂个增加。啊嘛，我嘛袂甲即个韩国甲迄个美国的即个算讲区域即个飞弹迄个防疫系统甲加入，嘛甲即个美国甲日本之间的即个同盟关系，韩国嘛袂去入去。啊，即个尹锡悦本身的即个态度，算讲甲即拢是无共款的。哦，啊当然，即两个为什么即个尹锡悦啊甲即个李在明，尤其李在明伊就是继承吼，咱讲继承即个尹总统的即个外交政策啊，即个尹锡悦。啊，甲即个算讲尹在英总统即个外交政策内底，虽然讲后壁有这差别，但上大的根本的差别是讲对北韩的态度。因为尹在英伊是认为讲吼，即马吼即个韩国甲北韩的关系一定爱甲伊改善。啊，所以讲甚至伊要改善的即个方式是讲，甲迄北韩的即个算讲核武器的即个问题哦，弹到边仔去。即个物件，互迄美国甲迄个北韩来去处理就好啊。我就直接一直咧，算讲向前咧推测吼，南韩甲北韩之间的算讲和平的关系。所以讲伫遮吼，变成即个美国，尤其是即个拜登吼，伊即马咧做总统的时阵，就感觉讲，你即马敢若是南北韩之间的和平的关系，但是你甲即个北韩的迄个核武器的问题吼，你甲伊放到边啊，算讲你敢参像是讲是默认啦。北韩你会当用这个核武器，啊，另外一个方面是讲，啊，即使吼南韩甲北韩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开始出来了后，即摆一个问题变成讲，美国甲韩国一些同盟的这个正当性在倒位？因为本地美国、韩国这同盟正当性就要防御北韩的一个危险嘛，啊，是讲南北韩拢已经算讲好势啊，这个美国甲韩国的同盟是毋是都无一定爱存在？哦，啊嘛，包括讲即个联合国伫个韩国这边的即个军队，是毋是讲嘛无一定讲一定爱伫遮，吼，还是讲南北韩已经有签即个和平的条约，即使吼有即款的关系，啊是安尼过来看先，变成讲啊，即个南北韩伫即个北韩已经有核武器的即个状态，搁会当来和平，啊是毋是讲咧南韩去生产北韩的核武器，啊到迄个时阵要安怎处理北韩的，算讲即个核武器的即个问题咧？所以讲伫遮吼，虽然讲即个算讲文总统，伊嘛是非常重视韩美的迄个同盟，嘛认为讲即美国的存在是非常重要，但是都是因为对北韩的即个态度，算讲即个文总统伊向前咧推杀的时阵吼，美国刚刚讲这甲美国本身的战略有相当足大一个差别，嘛因为安尼，所以讲美国实际上伫对文总统伊的即个做法就真侪，算讲私底下一个算讲意见就对，虽然讲无公开，嘛因为安尼，美国嘛希望讲迄个会当甲美日同盟、甲美韩同盟会当甲伊结连做伙，啊，但是文总统就是甲迄个日本，算讲伫遐都是无两个都是定达无法度，算讲好斗阵嘛。变成讲，这美国要甲整合这两个美日甲美韩同盟，即个努力都无法度会上实现。哦，是，咱来请教吴教授吼。那讲到这个主要政见的争吵是伫外交方面，啊，因的这个得票率煞接近吼，敢会当讲是南韩国内人民对家己的国际定位意见有无共款？
我想吼，即届迄款两边的迄款输赢吼，是敢若差1%以内，所以咱看到讲，即刷来即个温总统吼，伊到时阵伊要安去甲国内即个伫选举中吼，有一寡迄款竞争所带来即款裂破迄款国内社会，这我相信这是伊选后一个上重要的责任。为什么安讲？其实咱知影吼，其实南韩过去吼，伫这外交的关系顶头，不管是甲美国的关系也好，还是甲中国的关系也好，我赖老师嘛有讲到，其实因对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提供吼，以及叫经济发展顶头，其实南韩人民因嘛是感觉讲因的国际实力顶头也是会当赢过北韩。但是咱看到即届内底，除了外交的问题以外，当然咱嘛看到因的内政吼，因为过去咱知影文在寅总统，其实伊拄当选的时阵，伊的支持率嘛是足悬的，有差不多有60%左右。但是伫要选举进程，伊的支持率开始落降。那就是剩4成左右，啊，啥会剩4成左右？这当然这有足侪原因啦，吼。但是咱看到吼，即届足侪报纸还是媒体拢有报道嘛。迄韩国人因拢感觉吼，这包括着因的厝价吼足悬的，啊，这无食无啉吼，可能嘛买袂起厝。对少年来讲，这足侪问题。第二个，因的迄款性别议题顶头吼，因嘛是感觉有一寡问题。啊，当然咱看到讲，其实。这2档内底吼，其实咱知影吼，这2档内底上大的问题就是 COVID-19 的问题。这韩国吼，尤其是这2档内底吼，甲台湾比起来，其实咱台湾防了非常的好。啊，韩国吼，尤其因的过去吼，这个 COVID-19 在传的时阵，因的做法就是讲，我已经无爱检，我都已经无爱防啊，干脆我就用普检的方式，然后掠出这的问题出来。啊，现在无爱防啊，其实迄个时阵，文总统伫拄发生的时阵，伊嘛在想啊，到底伊的国门要甲封起来无？所以咱看到伊伫国内吼，足侪啥物教会也好，吼，这种传染的部分，其实造成韩国人不仅经济变歹，吼，抑个一寡伊款财产嘛受伤，甚至于足侪嘛死亡。其实咱看到讲，其实伊的内政吼，啥为6成、6到4成，啊，这个原因内底当然咱嘛看到讲，啊，在过去吼，伊对伊的内政的部分，其实咱嘛知影吼，即摆当选的这文总统，其实伊是迄款较保守的，也就是讲，要安怎创造经济会更较好。啊，但是咱看到这李在明吼，其实伊是一个较讲所谓的进步力量，但是伊就是要安怎去分配。会更较好，但是咱知影，其实南韩伊的迄款经济顶头吼，迄款变化的差距是非常的大，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届内底吼，虽然看起来敢若证件无讲差介济，但是这反映出来就是讲老百姓对原本吼，这文在寅总统伊对经济顶头也好，内政也好，还是外交的问题也好，这其实吼是足侪反对的力量出来，尤其是吼，咱看到文在寅总统伊后段的这执政的时间吼，因为咱知影，其实韩国吼，因为第6共和了后，其实因惊吼遐威权会转来过复辟，所以因就开始吼，一任总统家当做5当，袂当连任。但是咱看到过去吼，即摆咱CG顶头看到遮侪总统吼，大家落任了后，拢无法度领到退休金。这毋是这。无这跳落牙，也是讲这去用掠去关。所以咱小等下来讨论。对啦，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温总统其实伫即个部分，其实伊嘛是过去吼，咱看到伊的选举的时阵，较早其实伊是文总统甲叫出来做迄个监察总长。啊，所以咱看到讲，伊即摆当选了后，敢会去清盘，吼，去清选这前一任的总统，因为咱看到讲。伫文总统在任的时阵，伊所属的政党内底，不管是贪污的，还是迄种性侵这种问题，这拢是互民众吼，包括即届这性别议题顶头吼，其实互足侪民众吼，感觉讲是毋是应该有一个换人的迄款讲法？啊，但是上重要，当然咱看即届因韩国的在野党规个整合起来了后，杀出
文总统这个候选人，啊，当然这差票无讲差介济，但是咱嘛当看到韩国伫这经济也好，这外交也好，内政也好，其实韩国的民众吼有想要换迄种感觉，因为迄款较保守的、较进步的，咱即摆看到文总统是较右派吼，较保守的这边。啊，当然咱看到讲，当然迄政策方向会无啥共款，当然要去甲国内迄种分裂，要甲抹平，啊，这个是可能咱煞来爱看的部分。是。疫情冲击经济吼，互南韩的执政党无法度延续因的政权。咱来看历届南韩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吼，伫1987年迄道吼，投票率是89.2%吼，迄边是罗泰牛来当选。到1992年金英山当选迄当投票率是共要82%。啊，到1997年金大中当选迄道吼，是投票率是80.7%，这4、3摆是较共款哦。咱看到到2002年罗武宪当选的迄道，有较共是70.8%，到2007年的时阵，迄落上济。投票率是历史上上低的一摆，干那63%尔哦。迄边李明博大当选，总是伊赢对手22.5%，这嘛是历史上赢上济的一摆。到2012年，朴槿惠当选迄当投票率是75.8%。到2017年，现任总统文在寅当选的时阵，投票率是77.2%。到投票率甲顶届是差不多，无啥物争差。投票率是77.1%。尹锡悦来当选吼，咱大声来请教执行委员，这个争差遐尼细吼，敢会互这个政局无稳定？应该是讲吼，虽然讲即届即个选举，算讲两个人的即个差别遮尔细吼，无到1%吼，就是讲，算讲，伊本身的支持甲另外一边吼，都差不多。即马一个问题是讲，什么款的议题会当互算讲两边无共款的人吼，无款支持的人会当共同斗阵拍拼。这就是咱来去看以后会安怎来处理。因为主要来讲吼，即个选举有真侪人咧讲，这刚才是两个吼，拢足烂的人啦。两个拗捧果。嘿，算讲两个拗捧果，也是讲迄两个拢迄烂泥巴吼，啊，伫遐乌白迄小乌白伫遐咧，算讲冤家甲相拍。啊，感觉讲即两个候选人，算讲无一个人道德拢非常的清气啦，吼。啊，拢有算讲真侪这个个人的争议吼，拢有出来，吼。啊，尤其是最过去吼，算讲进步派杀出来的人，一般来讲道德会感觉讲互人较清气啊，吼。啊，但是即个算讲保守派杀出来的人，伊可能认为较有能力，尤其是经济顶头较有能力。啊，进步派算讲杀出来的人，伊非常重视即个转型的正义，也是讲社会公益吼。所以讲这两款的即个算讲形象也是有差别。但即届吼，即个尹锡悦即届代表保守派吼。来去选举，但是伊本身是进步派，而且文总统所任命的这个检察总长嘛，吼，啊，尤其是伫过去安怎出来，伊嘛是这个去查这朴槿惠，吼，就是讲进前这个朴总统吼，伊的这个伊的问题嘛，所以讲才会当出来，所以讲。即个嘛真趣味，算讲拢是进步派的迄阵营内底出来的人，啊，但是一个是代表即个算讲保守派，一个当然是继承即马即个文总统的即个路线的人，啊之间的即个选举，我是感觉讲，主要一个问题是，即两个人虽然讲因的选举的即个算讲，因的差别无讲介济吼，啊，但是讲到讲要注重议题，实际上拢共款，吼。包括讲迄个算讲厝税，也是讲迄个厝的即个算讲计效啦吼，啊是讲即个就业这个问题，敢若是用的方法是无共款。算讲保守派都基本上认为讲，我要安怎透过这市场来改善即个问题，啊是讲迄进步派就认为讲，我用国家的力量直接来解决吼，安怎来透过分配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是感觉上大的一个差别应该是伫外交政策。但是外交政策即摆来讲吼，韩国的基本上你看韩国迄人民的即个一般的感觉，对北韩对迄个中国的即个拢无啥物好感，吼
啊，当然进步派伊是希望讲，会当甲迄个北韩算讲较用较温柔的即个方法吼，会当迄改善甲北韩的关系来去向前来行。但是问题是讲，文总统伊伫遐来咧处理吼，算讲迄个伊甲北韩的关系已经算讲有够软哦，吼迄个但是会当互北韩甲即个算讲较无咧做遮迄欧北奇怪的代志，主要关键是安怎？是迄当阵迄美国迄川普啦，即个人要甲迄个北韩的迄个金正恩吼，要见面，所以讲迄个算讲北韩的领导人就感觉讲，伊要讨的物件都得到嘛，所以讲有一段时间伊就较无咧讲话，啊嘛因为即个南韩的文总统伫迄当阵吼，伊会当来透过文总统甲迄个美国的总统来算讲来迄个沟通，互迄美国总统甲北韩的领导人当见面。所以讲嘛，因为安尼对这南韩的这文总统的态度会较好，啊，但是到后来吼，结果这个美国开始无咧甲这北韩做伙的时阵，啊，北韩嘛对个南韩讲你都无啥路用啊，我嘛无啥物理由要对你偌好拄偌好，所以讲即马吼。但即个咱即马讲到讲，算讲保守派的人起来的时阵，实际上毋是讲保守派起来，伊对北韩的态度较强的，所以讲，吼，即算讲即个东北朝鲜半岛的即个问题有更加较严重。实际上毋是安尼，是讲伫进前北韩已经对南韩已经撤啊啦。就是讲，我感觉讲你无啥路用啊啦，所以讲咱看对去年到即马，北韩咧射飞弹射几若届，对无？啊，但即个美国态度是讲，你射就互你射，我就无要插你，啊，必成是安尼。所以讲即马以后一个发展，我是感觉讲北韩会继续去射伊即个飞弹，啊，但是美国可能就会袂甲伊插，吼，啊，当然即马南韩的即保守派。起来了后，可能加强甲美国关系。即马受到上大冲击，应该是中国。中国进前伊对迄文总统的即压力，算讲文在寅总统伊对中国关系，算讲拢是爱照顾中国的即个情绪，吼，爱照顾人讲中国人 sensitivity， 吼，即个敏感性。但即马吼，将有可能，因为韩国国内的民心对中国算讲真非常的感觉无得忍受反感，吼，这有真侪原因。当然最近就是讲，即个伫迄北京的冬季奥运嘛，啊中国感觉讲中国迄个选手拢作弊啊，还是安怎吼？或南韩会当摕到冠军拢无摕到，还是讲韩国人穿的这衫，讲这是中国的文化的衫，伊感觉讲这非常无道理嘛，吼。但是就是讲，因为安尼吼，所以讲韩国对迄中国即个感觉愈来愈歹。啊，因为安尼愈来愈歹，尤其是即马迄中国本身都开始认为讲，伊是东亚上强的国家，每一个国家即马来听我的。即马韩国开始采取一个无共的态度，啊，甲即个较我美国，啊，甲美国甲中国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阵，啊，即个中国会安怎来去想，吼，要来应对？我是感觉讲，上大的变数是遮。是。好，韩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受到冲击上大的可能是中国，这咱稍等来讨论。即马咱来看再来韩国总统落任了后，离开这个青瓦台总统府了后，拢会出代志吼。第4任总统崔圭下，伊近来有这个公酒事件来落台吼。第5任总统全斗焕，伊有军事叛乱、内乱以及食钱的问题，受到特赦。不过，去年来过身，第6任的总统罗泰牛吼，同款有军事叛乱、内乱以及谋杀顶死者的问题，伊最后判17冬。到第7任总统金英山的时阵吼，伊的后生因为食钱甲逃税来判2冬。到第8任总统金大中，同款哦，伊2个后生甲伊的亲情来食钱，伊的大汉囝因为食钱来受掠。到第9任总统罗武宪的时阵，伊的厝内底的人有食钱啊，结果伊来自杀。到第10任李明博总统，伊食钱的金额到120亿哦，最后判17冬。顶一任朴槿惠，伊有滥权、食钱啊，违反秘密罪者的罪名吼，伊判22冬，伊嘛是头一个互人弹劾的韩国总统。即马现任总统文在寅，
2018年就任，任内无啥物问题，总是即马总统的当选人尹锡悦讲要甲调查文在寅总统，这是一个报复的循环吼。咱来请教吴教授，韩国的政局一直在来拢是安尼，敢会影响到韩国人对这个政治的态度？我想吼，这过去的韩国总统的落场吼，其实拢无算介好。是。但是这有法度伫新的总统上任了后，有改变这个情形无？我想这毋是新的总统想要安尼做就会使安尼做。为什么？因为咱看到讲过去这总统，不管是食钱也好，还是贪污也好，还是讲诉讼利益也好，这拢是有的事实。在内，所以向起诉、向追查，这是其实是一个应该是咱爱看到讲，你若是有犯错，就爱向调查，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尤其是吼，咱看到讲，韩国自从进入第6共和了后，其实因就是希望吼，过去款威权啊吼，比如讲咱头前看的暗杀啊，这罪行吼，军事独裁者，就无搁转来，所以希望吼，因的政府。干那会使做一任就好，唔好搁连任，因为连任了后，伊会想要继续搁要。所以咱看到讲，伊一任的总统做5当吼，甲台湾无啥共款。台湾是一届会当做2任，即一任4当会当连任一届。但是咱看到讲，其实吼，足侪总统吼，即南韩总统拢前半段拢无问题，但是到后半段的时阵开始出问题。尤其是因的监察总长的吼，尤其因的监察迄款关系，其实咱看到讲，伊就开始掠。为什么开始掠？因为开始有一寡吼，因为伊权力都要落台了，伊会去做一寡安排。所以这是南韩人民一直感觉无法度接受的部分。尤其咱看到即摆即个尹总统，其实伊对进前的朴总统吼，其实伊嘛是伊伫伊手头甲定罪。所以咱看到讲，即摆人民当然嘛是有迄种期待啦吼，因为过去的文总统伊上任的时阵，就拍一个口号，就是要杜闭，吼，就是要甲遐弊端甲扫出去。但是伊家己心上敢有度去接受即种检验，这是民众想要知影。当然，新的总统你无可能讲无证据硬要甲掠空嘛。这尤其伫南韩的一个司法系统内底，这嘛是一个独立的机关。但是上重要就是讲，你若无做这物件，接受检验的时阵，这当然是一种折磨。但是咱嘛看到讲，像南韩会有这种情形。其实吼，咱过去咱讲，亚洲有四只灵啊，其中一只就是南韩，甲台湾过去来讲看发展型国家，对国家看到有啥物产业是较值得投资的，伊就去投资嘛。但是咱知影即摆南韩即摆是民主国家，台湾嘛是民主国家，你国家若要用啥物政策来去扶持啥物企业，这就靠民众来检验。你这是毋是有迄款诉讼利益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这。国家要发展，你看到一条未来会当发展的路，政府敢会使落去甲企业合作？这个部分就是变做一个较讲袂清楚的所在。人民就是透过选票来表达伊的这个部分。因为你若投资成功无问题，但是若是投资失败的时阵，这是毋是嘛是一个爱讨论的所在？这敢是因为就是。逐人拢出代志，是因为这个云端，敢是安尼？我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你譬如讲，前几年朴总统，伊嘛是吼，伊甲伊的一寡消息吼放互伊的好朋友。是。这等于内线嘛？这内线的部分当然是无法度接受的情形。所以咱在看的时阵，其实就是讲吼，就是所有的总统吼，尤其是民选的总统，特别小心这地的部分，这袂当互有迄款怀疑，有迄款会当去甲掠空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即摆当然，新的尹总统吼，伊当然是迄个监察总长出身，所以伊对即地包括司法的部分，包括流程的部分，伊拢足清楚的。所以咱看到讲，亲像文总统吼，我即摆讲的是讲，其实文总统的后这2当吼，咱看到伊的
伊的党内底吼有一寡，譬如讲市长啦吼，市长，咱讲这个知识啊吼，什么性侵的啦吼，贪污的，这会去看到伊的身上无？这个部分就是人咧讲的讲，这个党敢若是一个进步力量啊，但是这两党内底，那敢若一直出这代志，啊，这当然民众会怀疑，啊，但是这个怀疑的背后，甲真正有做这件代志，这当然是爱司法去调查，所以咱嘛无法度讲，即摆还未有啥物结果进程，咱就先去做这种推判的部分。是。观众朋友，咱就爱豆豆继续来看吼，即马南韩产生新总统，这个新总统伊的政策甲因的立场，阮的报道到阵来看。南韩总统大选变天，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尹锡悦以无够1%的百分点来打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搁伫个尹锡悦伊宣布讲胜选的5点外钟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嘛敲电话来恭喜。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有甲伊恭喜，不如个尹锡悦的亲美路线嘛来牵挽着东亚的局势。其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事务我们外交部最好是不要去做评论了哈。但是有关于韩国政局的变化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也会希望能够来推动我们台湾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尹锡悦是以素人的姿态来挑战总统的大位。伫个选前，伊就拍出讲要来恢复韩美的同盟，还佫有改善日韩关系。这个就亲像伫个美中大国内底来咧徛高平。伫个这边的选举内底，嘛讲是亲美甲亲中路线咧对决。即便是以无够1%来胜选，专家分析讲，俄乌战争嘛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代表的韩国在这里面做出了他一个选择，那他的这个选择之后，其实他应该可以预期的是，他对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韩国做出这样子一个表态的时候，应该可以让韩国重新的回到所谓的美国的这个东亚盟国的这个战线联盟里面。尹锡悦顺利当选，即马国会是共同民主党来咧换头，伫个上任了后会来拄撞到头势新大的困难点。有专家分析讲，尹锡悦伊上台了后，会以内情为先，不过嘛袂因为亲美路线来徛高平。以韩国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来说的话，其实这样子的摇摆，不一定有逻辑可循。对，就说不管他亲中或者反中的话，韩国的中国政策跟韩台关系的发展，不一定是可以直接链接的。来甲比之现任的总统文在寅的亲中路线，尹锡悦的两韩政策会来近期甲北韩的谈判，并且提出新的路线图，会来加强美日韩的三脚督的关系，是不是会来冲击到未来的中韩关系？这嘛正受到注重。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总统当选人尹锡悦这个人吼，伊即马62岁，是保守右派的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伊本地是检察官来出身，受到现任总统文在寅甲伊提升做检察总长吼。不过伊即马自认是保守派，反对政府干涉这个自由经济的市场。伊身上有一个有侪发言事件有争议吼。头一项是讲伊当选了后要赦免前总统李明博甲朴槿惠，过来伊讲要废除52点钟的这个工时的制度，嘛要废除上加薪资这个政策吼。而且，伊阁伫伊的面册面顶主张讲，要废除女性家庭保护。阁较严重的是，伊捌去参加一个青白牛皮的这个宗教活动，互人会怀疑讲，这个人敢是足迷信的吼。伊主要的政策伫经济方面，伊支持这个自由市场的机制。不过，伊要下43条来补助受到疫情冲击的产业。伊即马要放零这个虚拟资产的管制，嘛要降低这个资本利得的税金，甲不动产持有的税金。伊对这个收益超过5000万美金的这个投资吼，无要加税。会使讲具体来讲，就是无要。向迄个上好业的人加税哦，伫房地产面顶吼，伊要放零即马会法规，未来5档要起250万户的厝体，其中50万户会伫首都。北韩的问题呢，伊要甲北韩顶头来谈判，找这个新的路线。
而且要敲碎南韩、北韩、美国建立永久的三方对话的机制。伫外交方面，伊要追加美国的这个萨德飞弹系统，这恐惊会引起中国搁一遍的报复哦。而且，伊要加入美国、澳洲、日本、印度的这个四方会议来做伊的目标吼。伊要加强甲美国、日本的这个三边的关系，而且要献杀文在寅总统啊，现任的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政策。当选了后，伊家己讲，伊要做一个亲美派吼。咱请教这项委员，甲伊的这个立场，敢是亲美这么简单？有啥物美感甲诱导的所在？我是感觉第一个咱看到，就是讲吼，除了拄啊之前我讲着讲去杀这个飞弹防卫这个系统，伊会增加以外吼。啊，另外就是讲，伊嘛，甲算讲甲文总较无共款的所在，就讲伊公开讲，伊想要加入这个 Quad 吼，美日啊，甲这个 Australia 甲这个印度这4个国家的这个算讲，咱讲迄个钻石吼 ，Diamond 的这款的 alliances。即马主要是议题是讲，因为中国非常反对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这个机制，所以讲韩国迄当阵文总统伊就是唔敢入去，惊讲这会敌视中国，所以讲当这个文总统即马开始讲我要入去的时阵吼，啊我嘛相信，也是讲伊要入去，算讲这个包括美国、日本啊嘛，包括迄个 Australia， 拢有可能会欢迎。我相信印度嘛有可能，感觉讲这嘛是会用进。这敢若上大的差别是讲，是毋是按因内底这4个国家的其他的算讲真侪合作的物件，爱先起来了后，才有法度有这个空间，互新的这个生活会当入去。但是也是讲吼，伊表示这个意愿要入去的时阵，我是讲要加入，敢若是时间的问题尔。因为真侪国家都认为讲韩国是真重要的一个算讲即个东亚内底非常重要即个安全的即个行为者，所以讲韩国本身伫遮吼，算讲是不可或缺吼，嘿，所以我是刚刚讲即个算讲四方安全对话即个加入吼，会形成足大一个改变。啊，第二个是讲吼，甲即个伊伫遐讲着讲要甲日本甲美国甲南韩甲北韩这三边爱形成一个永久性的三方的对话的机制。最趣味的所在是讲吼，咱知影讲，伫1953年朝鲜半岛的这个停战是什么人签的？是这个美国、中国甲这个算讲北韩，南韩迄当阵无。到后来对，到后来伫迄个1994。吼，迄当阵的即个北韩的即个核武的危机的时阵，到后来所签的即个算讲会处理四方的即个机制是讲是美国甲中国甲迄个南韩甲北韩，算讲是安尼。所以讲吼，伫即内底中国无论讲是1953到1994，也嘛包括讲2007年开始的即6方对话、6方对话吼，中国拢是其中上重要一个存在。啊，即马竟然伊讲要讲。南韩、北韩甲美国三方的这对话机制永久性到遮来，中国到倒位去？所以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的时阵吼，中国一定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唔敢讲这个中国话排敌啦，啊，甚至中国要对这朝鲜半岛，算讲有一个主导权，可能拢会因为安尼吼，这个关系，所以讲互伊永久互伊排除出去。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也是真正会出现的时阵，这。真根本性来算讲对朝鲜半岛这战略形成一个足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我即马是感觉讲，一方面北韩袂同意甲即个南韩甲美国重新来谈吼，北韩敢若想要甲美国谈，北韩是讲甲美国谈了后，你才吼迄个美国支持你甲我来谈，即北韩的态度是安尼。啊，第二个是讲，因为即马迄个 Russia 吼对迄个算讲 Ukraine 的即个侵略，变成讲。因为这全世界对俄罗斯吼这款的这个制裁，互北韩在过去，算讲中国甲这个俄罗斯这2个国家内底，伊会当算讲游走吼，互这两个国家算讲彼此拢爱对这北韩让支持，这款的空间，即马北韩已经无去啊，因为俄罗斯伊都爱顶一边啊。对，伊唔单是爱顶一边，因为俄罗斯。已经面对国际上对伊这个制裁嘛，所以讲无法度来迄个算讲来处理北韩的问题。变成讲北韩伫遮吼面对就是讲啊，那个
俄罗斯甲中国之间的这个算讲野党的操作空间就无去啊。哦，所以讲伫遮变成这北韩算讲对迄中国对北韩一方面影响来搁较大，但是这嘛会造成北韩希望讲跟甲即个美国会让来直接对话的这期待搁较悬。哦，所以伫遮吼，我是感觉讲甲北韩重新来谈判的这个可能性，因为这款北韩的心理的动机，所以北韩可能要求讲，我先甲美国谈了，才有法度来甲即个南韩甲美国来进行三方的对话。哦，所以我感觉讲这伊的这个期待吼。应该是无可能会实现啦。哦，咱若讲美国的前一阵仔公布的这个印太战略吼，根本正都有甲南韩包括在内。实际上，美国这印太战略吼，因为南韩伫这文总统的时阵，一直拢算讲无愿意伫这内底，因为文总统知影讲中国对印太战略吼本身非常反感，所以讲南韩惊讲吼，也是讲伊伫这内底时阵，可能中国会无欢喜。是，所以讲文总统拢无。但是我也感觉讲，这温总统即马开始来做的时阵，真有可能美国甲伊讲一个都好啊，我就入去啊。是，嘿，啊，我是感觉讲，这美国是足希望讲会当南韩伫这印太战略内底。是，但是过去是南韩伊无爱。是，吼，即马是讲温总统是讲我爱。啊，我是讲美国甲伊包括伫内底，这是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代志。哦，咱看到南韩这边总统选举的这个结果，吼，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印太的这个局势，甲东亚的局势。咱来请教吴教授吼，咱讲这个萨德的飞弹系统吼，这看起来真明显是针对北韩嘛，是安怎中国的起步分？是，咱看到吼，这萨德这个飞弹系统吼，当然咱知影伫文总统在任的时阵，其实顶一任的美国总统 Trump 甲这个萨德的飞弹系统送到南韩的时阵，头一个时阵，咱看到讲南韩到底要收唔收？啊，迄个时阵若是要收，要设伫什么所在？所以迄个时阵，乐天这个集团吼，咱足侪台湾人去南韩这佚佗，就是乐天这个集团，就向制裁，向啥制裁？向中国制裁。吼，咱看到中国佫有落一个禁韩令，吼，要求迄韩国艺人袂使去中国表演。所以咱看到好尾啊，韩国足侪艺人来甲咱台湾，吼，这是头一个部分。所以中国对这萨德这个飞弹系统足无法度接受的原因，其实是一个。伊到底知影即个飞弹防御的系统，到底伊的功能也好、参数也好、技术也好，伊根本拢唔知影。所以对中国来讲，伊直感觉讲美国伫南韩布即个萨德即个飞弹系统，到底是这伊的范围是伫北韩尔，还是东北，还是更较宽？其实吼，咱看到讲，中国一直的讲法就是讲。美国安尼做法，南韩安尼接受，其实是破坏区域的平衡。哦，所以对这伊讲起来就是讲，中国感觉讲伊的安全受到威胁。哦，啊，但是咱知影萨德，萨德敢是一个攻击的系统？啊，当然唔是一个攻击的系统啊。咱知影吼，为迄个时阵系统布置啊，今年年初我会记你验问吼，有一个游击队吼，伊有去放一个飞弹。啊，要放去阿拉伯大公国，结果叫迄个萨德飞弹防御系统甲动来，这是头一届吼，刚才伫新闻顶头，萨德飞弹防御系统发现伊的功能，所以对中国来讲，过去吼，这伫南韩部署的这萨德，伊根本唔知伊的参数是啥物，伊的技术是啥物，伊的防卫的伊个范围到底有偌宽？哦，这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威胁。因为伫足侪迄款军事的迄款新闻顶头拢有讲嘛，萨德其实有两种，一种是高空的迄款防卫，另外一种是迄款架站的迄款低度的迄种飞弹的拦截系统。所以对中国来讲，低载来低短程的这种飞弹，其实伊无得惊，但是伊较惊是迄款高空的迄种防卫系统。所以咧对中国来讲，伊唔知影这个系统到底伫南韩创不甲送过去的，到底是什么款型的迄款防卫系统？但是既然是防卫系统，伊就是唔是主动攻击的这个部分，伊想要防的是啥物？这北韩这金氏政权，到底伊安规工乌白乱对人飞弹的时阵，有法度提早预警无？
这是一个足大迄款部分，因为你个飞弹乌白乱射时，射去日本海，射去什么所在，是毋是有可能会出现迄款意外？这当然是南韩也是美国拢无想要看到，所以这其实这个防卫系统内底，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伊的雷达吼，伊的雷达到底是有看偌远。有法度提早有一个预警的有关部分，但是对中国来讲，你袂使有这个武器，吼，你袂使有这个防卫的功能。咱敢会使讲，中国起不飞的原因是伊无介意美国用一个无显然的方式，用这个武器的系统在讲我伫遮。对中国来讲，吼，美国当然是一个威胁，吼，尤其是这过去内底，吼，伊伫朝鲜半岛时阵过去，吼，咱知影旧年这中国迄个过年的时阵，有一部片嘛，叫《长津湖》，吼，就是讲韩战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中国甲迄个美国捌拍过韩战，但是这个部分，这时间当然是已经有够久啊。但是中国一直伫咧北韩甲南韩中做一个平衡者的迄种角色，所以若是讲这美国吼想要拜托中国来解决，也是讲甲迄个金正恩讲啊，你唔好安尼做。但是咱看到讲，伫过去的川普时期吼，其实迄个文在寅总统甲迄个川普有甲北韩吼，其实咱有看到平壤的迄款宣言、板门店的宣言，甚至美国甲朝鲜的迄款共同的迄款宣言。所以你看到讲，其实迄个时阵中国的角色就敢若无去啊。所以中国才会起不嘛。你搁伫我遮，我部署遮迄款系统，然后搁无爱互我有这样的角色会当表现，但是咱讲即句话是强词夺理啊。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其实美国拢希望中国会当发挥一个区域大国的迄款角色，但是中国拢无安尼做嘛，大概拢放外，啊，甚至于国际咧制裁北韩的时阵，伊搁偷搁甲买物件，等于个，所以咱去看吼，中国想要伫讲先把刀边，但是这先把刀边的部分会胜着家己无？这是其实咱来看到的部分。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世界对南韩这个大选结果的话草吼，美国总统拜登甲恭喜，而且期待甲新任总统当选人密切来合作，加强联盟的关系。日本的首相岸田嘛是恭喜尹锡悦来当选，望未来双方会当改善日本甲韩国的关系。咱台湾的外交部讲，台湾甲韩国用互利互惠的方式，深化两国较重要的领域的交流，共同来维护印太和平甲稳定。不过，咱看到前驻韩国的外交官刘顺达先生讲，韩国是世上无甲台湾放在眼内啊，因的焦点是美国、日本甲中国，伊感觉韩国甲台湾的关系可能无啥物改变吼，总是正大国际学院刘德海教授讲，尹锡悦当选一定会加强韩国甲美国的关系，韩国的路线甲台湾会较相斡。今后可能有较侪合作的机会。啊，伫咱现场，台湾智库赖义中执行委员讲哦，即个中国即马吼倒手边有爱国，毋知影家己已经起笑去的保定。啊，正手边出现一个保守政党来执政的韩国吼，中国即马实际上比所有人拢较紧张。咱来请教执行委员，即个讲法哦，敢有较有路的解说？我是讲，这就是真趣味啦，因为徛伫中国立场来看吼，一方面是讲，即马迄个 Russia 俄罗斯吼对即个算讲 Ukraine 的即个侵略，变成讲中国，互全世界人拢感觉讲，你即个国家是不是事情知影，还是讲，咱要对即个俄罗斯要甲制裁的时阵，啊，中国你敢要起来甲咱斗阵来制裁，还是你无制裁？无制裁是，你是毋是甲即个俄罗斯吼共款，要赞成，毋敢赞成伊的侵略，佮甲伊迄个算讲，佮甲伊支持伊的侵略。所以讲，毕竟中国本身毋是当事啦，毋是迄个当事人吼。啊，但是反倒等刚才就互全世界国家都认为讲，这件代志甲你有绝对的关系。哦，嘿，啊，尤其是即个
普丁这个总统吼，伊本身算讲比这个习近平中国这领导人来讲，搁较比算搁较资深。习近平拢叫普丁说我上好朋友啊，啊，即摆你全世界上好朋友，即摆做这款代志，啊，你是毋是爱负责任？所以讲嘛，对中国来讲吼，你算讲Russia 已经互伊真头疼。啊，即摆算讲搁有韩国搁有一个算讲保守派的人起来的时阵，啊，已经甲即个韩国。有文总统照顾中国情绪吼，即摆应该是无共款，所以讲当然对中国来感觉讲这是一个算讲是一个新的变数。但是我伫遮讲到讲迄个算讲韩国甲台湾的关系吼，实际上这应该是历史上对于韩国民主化第一届韩国甲台湾的外交政策即个共款路线政党刚时阵咧些执政，第一政好，历史上头一摆，头一届。安怎讲呢？就是讲，算讲2000年民进党2000年民进党当选的时阵，迄当阵韩国是即个金大中，到后来是迄个罗武贤。啊，算讲这两个人虽然伊伫社会政策甲即个民进党的即个进步主义吼拢共款，但是外交政策因为因对北韩的态度，啊，甲咱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哦，算讲两边外交政策是算讲拆甲开。吼。啊，等到这2007年，算讲韩国保守派李明博吼，伊即摆来做总统的时阵，台湾2008年政党轮替，马英九出来啊。哦。所以讲即个算讲一个保守派，马英九对中国较活，啊对美国算讲较有一点有一点即个距离吼。所以变讲台湾甲韩国的这外交的这路上，各无共款。等到2016年，算讲蔡英文来做总统的时阵，这个第2年，这个迄个算朴槿惠吼，伊都是互人安怎迄个弹劾就下台啊。结果迄韩国搁换一个算讲进步派总统，到台湾甲韩国之间外交的路上搁较拆开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届吼，即马就是讲算讲韩国保守派起来，啊台湾即马游玩算讲是蔡总统。算讲虽然讲是社会价值是无共款，吼，尤其是人讲即个即马温总统吼，可能伊过去有什么厌女言论吼，啊，迄个有人怀疑讲伊要安怎甲这查某总统来合作，但是吼，我是感觉讲外交的路线顶头。基本上算讲第一届双方之间有一个较路线较接近的即个物件会出来，所以我是较认同算讲即政大即个老教授咧讲，就是即马台韩的即个合作机会实际上会出来，尤其是即马吼韩国的确10当前对台湾是看袂起，因为感觉讲伊经济即马真好，吼啊伊全世界是G20甚至G10。但是即马来讲，韩国即个比如讲去年，伊算讲伊人民 GDP 即马无比台湾较较济，对无？因为咱比伊较济。啊，韩国即马拄着算讲快速的即个经济发展了后所出现真侪后遗症，所以讲即马对台湾的态度是较无共款，无像讲以前吼，刚讲已经超越，我即马已经超越台湾，即马看日本，即马是倒来讲台湾嘛是真袂歹哦，所以讲台湾爱重视。是。请教吴教授吼，若是这个合作的机会真正出现，在你看会是啥物方向？我感觉吼，其实台湾甲韩国吼，这有一种合作啊，佮竞争的关系。因为这过去到今摆其实拢一直是安尼。尤其是这两党吼，这当然台湾甲美国的关系会愈来愈好。啊，尤其即摆南韩选出这文总统了后，其实过去吼，这文总统在任的时阵，包括着亲像迄款。移动车、电池、半导体，其实伊拢是有要甲美国合作。啊，但是咱知影吼，咱台湾有台积电吼，这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但是等倒来看的时阵，美国即摆嘛要发展伊的半导体，所以亲像顶礼拜2的时阵，拜登的迄个国情咨文演说的时阵，伊就特别邀请英特尔的迄款总裁来看，表示讲伊要投资1000亿的迄款美金伫美国要做半导体，但是咱知影半导体毋是讲安尼随设落就我都随生产，这嘛是爱需要时间。所以台湾甲美国其实咱伫迄款半导体顶头有共款的迄款技术，有共款的方向。上重要是讲台湾也是美国，甚至于南韩，若是有共款的迄款民主的迄款价值。
要来防卫即个民主的迄款生活的方式，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但是咱看了过去迄个南韩的总统，其实伫个对中国立场也好，啊对北韩的立场也好，其实到底是要安怎会当大家会当合作，就像赖老师所讲的，其实这部分过去较无迄种机会，但是未来咱有更较好的机会，会当来讲即个是台韩的关系，可能会当继续搁行。是，多谢。